了解吼，这是传出来的一个规矩，啊，讲天律法也是袂当改变的吼。那么一贯都要来受到除了代表台湾以外，就受到要求讲新加性别平衡团结，如此而已尔。断掉人世间的烦恼，需要你找15元来修，你得了道啊，得了道了，你找15转来回等修拜拜，然后道理修心用心，安就是咱的进步的目标。
情靠无？有无？无情靠是就臭臭啊！哦，对无？是不是安尼？所以情靠就是讲出来，爱情，家就是爱情。因为咱每个祖师伫佛经也好，伫任何一本经书讲，每个祖宗啊，从来不是众生了，就是因为伊们捌食过众生肉，所以一贯的地主大部分拢是情靠所行，但是这是有一段时间研究了，才互家己自由。其实在咱的道场吼，嘛无大家食菜啦，嘛无大家食素食啦，所以嘛免惊因为素食这个问题，啊唔敢来就道，唔敢来进步。那么，一般的往生的净土是弥勒净土，伊毋是弥陀净土。咱阿弥陀佛的，阿弥陀佛的净土无相，阿弥陀佛的净土伊的修持较严谨，较严谨，啊，修得足好。啊，弥勒净土，透过弥勒佛的修，透过咱的祖师的慈悲，透过咱祖师的方式台湾，会当较好，会当较紧。所以弥勒净土目前为伊就是希望民间净土实现。所以一般的地主，咱太平人，一般的地主是安怎呢？一直关键落来做这个社会工作，就是希望讲民间安尼相信对社会。对咱心性的修养拢有帮助。那么今仔日就要真荣幸啊，会当受邀请来讲这个课题，一贯的内涵，在于信仰一贯的课题上。信仰团体，希望透过其他的这个讲座，来对咱电视情啊，精神带着社会人士现在来讲着咱一贯的内涵，希望透过这个大。一贯的内涵原来是安尼，以后接受着咱一贯的道亲，爱甲咱较听惜，啊，若接受讲有人来你教，你唔好原地，唔好犹豫不决，啊，咱呢就参与去就。如果你
要做求得，我看就较麻烦。所以，就着今仔日这个时间，会当甲咱各位结缘啦，感觉非常的荣幸。伫咧遮恳求咱的老母，恳求咱的祖师，恳求咱经典翻唱，经翻海。有儿童读经班一起办，人员山庄义和正堂。
所以呢，只有引用下心，如果能袂当来理解，就亲像咱开着道清法，咱对你自家己自修，那么这种的修行方法，依据来讲，叫做修行法，修行境界。那么这两个修行。所以呢，在经文发展上来讲，这无法全体是大的，唯有比较真实的全体是大的，才让人体无完化。所以这里所以如果应用下心自觉意见，各让为人解说强健强无以后，这就让到真实的发展起来。那么这种大的方面，都如同混在经文经所讲不可思议，所以。互相成亲以两万，一千万件难成。罗宾店员一星期，万盖出来真是力。那么，这个知识是本在发展大10年内底，伊讲了上久，用心实践。那么，刚发展就是必须修来修法，也就会当进一步，不再来先，亲像咱讲人本一体，这步非常重要，尤其咱在做的咱都是先发理想，因来关注影，有这个道德，重要性人才，但是上天上界
点讲，爱对里面咱已经为这种种的陈述来去讲，所以咱为这一路行过来，无言。
地心院，我要修行院，我要请教院，我要来了解院，我要甲建老师开好院，但是要坚持困难，因为咱有过去的业性，甲现在环境是的，那么这就是一种考验。所以咱若一个人会当在经中，文字经典性质的义，咱会当亲身不疑，咱会当真正，咱的心由始至终，咱袂退转。那么这依附咱赞讲，这种发心的功能，胜过你。